哟，你两个人来着，媳妇啊，来先改啊，看上头裸妆颜色再黑，因为那上头边一个，还可以洗搿种细的、酸了酸的，像烟光的搿种。你就在台子皮毛下头，听众发黑才飞眼睛。搿是非常。再还关脱子灯，还看得见搿个。哎。哪个还做的？这个烟光。你自家做美甲，开创先例可是。哎呀，算一算，做团圆个吃好个人，哎来来，来来来，别来。别搞来了，你后一天发的。呀，是多少来？啊，阿是你到这卡子分走已经还吃着。哎，1米3米7，阿到，不是跑不去。啥？我一双眼睛一肚子3杯茶着。哎，你蒙我哎。等歇坐了要打1个钟头个，你还先去上个厕所。我一路拉过来，后车他哎的，不然你有汽车，你又不可能进哦。我公检所真的那个晓得。我老娘辛苦得不得了。你分喊我来进来。阿姐我喊他，你那份高呢也来进我啊？来的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懂。谢的谢的。这个孕妇嘛，还不是孕妇啊？哦，还不是。哎，她是就是备孕妇。哎，你要说个孕妇，这个粉丝都以为我要做奶奶了。啊对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孕妇，你想分几次？说不定现在是孕妇。我们的钻呢是施华洛世奇的。哦，他不能弄钻，因为他要弹琵琶的。这个钻，一弹钻都掉下来了。哎呦，那还委屈个了讲。妈妈，你总该还别吃。你还先去吃起来。再等我再不吃个。你说你要不要别吃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美甲界的天花板哦。喜欢制作指甲的人都知道，罐装是好的。哦。妈妈，你也做只大红颜色的。红颜色的也好来了，也好。做在一个美容师去开会。没关系。可能其实你在累到在了。怎么做到一半换了个帅哥了？就是让帅哥上一下镜。你现在这步是什么？去死皮。妈妈，你最热的了，你哪晓得？我上头搞一道，我记里叫我喊了喊，反正哪晓得你我哪里辰光不来看到来呀？我会认得你啦。听说你要去坐直升飞机的喂？哎，我没走。当心点哦！我欢喜个几个明星侪是直升飞机出事体。我好出去。好出去啊！好出去，现在不要好出去。那么叫是你舍得喊我也去？哎，没喊。妈妈，你新疆这边哪个线路去啊？全景。鄂尔多斯啊，还是哈密啊？鄂尔多斯内蒙古的。啊，内蒙古的。那新疆，你知道哪里搬到新疆去？前两天我想我辣新疆像是看见过鄂尔多斯的。蒙内了。妈妈，你假使手机卡做的还看，脚趾卡这位置。你看你这个儿子不是真嗨嘛？脚趾卡露出来过。脚趾卡没人看的，旁边在我个市场是。你不做死亡芭比分子。我们市场还配还的3000块的退休工资，其实我得来发次钱我做。妈妈，那以后这个女的帮你做着讲。我都是女。哪个不来噻？上铺来了吃醋，但是我手没法不来。那个时候你做还最卡这个颜色哇？肉色，新名词裸色，似有似无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咕噜隆。这里啊，看到两娘个手啊。3个分钟啊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就是那个平地一声雷的效果，咕噜隆。蓝动人民的手，你看看的哈，啊，没喊个。仔细看看，你仔细看看。哪个比个死亡芭比粉哈？飞出去了，也免分人。妈妈，那你已经来打碎着脚，别打他子啊！舍得出个。没喊。来喊。另个。妈妈，你留下来，脚趾卡做起来。2分给，两再做。再做，你做脚趾卡我就再做，但颜色我改红的。他搿次去出去，夜场起来上厕所，上看见啥，要买一杆根的，快点，我来去看看3杆做啥。